嗯，好像后面那个音比较重嘛，嗯，手挡，两个字是一样的，嗯，略略，这个比较重音嘛，啊，哦，手挡，嗯嗯啊，哦，对对，就是请随便做的意思啊，手挡，像这种好像是藏文和日文也有啊，是不是？丙音，日文也有，好像两个字一起的时候，后面那个字是好像重音呢，果果果果，那个两个是果果，是一个是重音嘛？对，是两个字，一个是后面那个是重音。下午是不是？下午嘛是？对，所以虽然两个字，一个是重音，一个是轻音的，那念虽然字是一样，但是一个是比较重音的。啊、乐乐乐乐啊，休档这是请坐嘛？休档休档休档，嗯，哪个档？对对对对对，一样，但在这里呢，不是 and，这里是就是请 please 啊啊、如有些地方是可以用命令嘛，且党是做，请做这件事，那这边是只是直接用请啊，有时候命令的时候请做，命令语句就是叫你这样做嘛，啊，叫你做，就是如果不是呃不是用敬语的话，直接叫你做啊，就是不是吗？啊，就是你请坐啊，休档。那本身这个熟是敬语嘛，寻语是敬语，那个堂是在加长的语句，一致。你们中文里面有些用加的时候是用说命令嘛，命令语句的时候是好像讲到命令的时候，好像你要对上对下的一个，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是动词后面都可以加这个汤，血汤，对不对？啊，lap汤啊，砂糖啊，哦，那雀汤，对啊，雀汤是才说是请吃啊。那你说撒党的话就是吃，这有意思，有点没有敬语嘛，没有用敬语，确实才是敬语嘛。对，啊，对对，啥，对，说啥，对对对对，十个面要吃还不吃嘛？十个面，啊，缺个面啊，敬语的话，呃，k i r k i 咋了？咋了？做做咋不？咋不 k i r 你两位嘛？您二位就是 k i r k i r 缺档什么意思 k i r 缺档啊？你好，对对，两位吃啊，两位吃啊，对不对？啊k i r 缺档啊，k i r 咋了 k i r 咋了？是什么？咋了是身边吗？啊，两位旁边 k i r 咋了素语？对，有水 k i r 咋了素语？啊 k i r 咋了素语？素就是水嘛 k i r 咋了素语？素语，
对，可能你造了术语，造了就是旁边或身边。周主要嘛，周明的周数的最主要的人物是谁？周明的周数的，明呢就是人物嘛，明的周数的最主要的人物。语言周数的最主要的老师是谁？语言周数的周是主要，找不？像米找不读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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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一个问句嘛，米找不读嘅，像人吗？像人吗？米找不读嘅，这个你要看哪里用在哪里。米找不读嘅，像人吗？你这去找不读嘅，像狗吗？找不对，喜欢找不读嘅，像猫吗？卡的找不多，像什么？卡的，我们用卡的嘛，卡的找不多，像什么？卡的找不多，像什么？刚刚那个说您两位，比如说，开始可以请吃，那可以把它看成是请开动这样子吗？你却堂，请开动，可以啊，开动是可以啊。翻译成中文，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说请开动，请开动说吗？我不行。开动就是开始吃，开始嘛，像你国主党，国主是，国主就是开始的意思嘛，国主，像你国主党，国，我刚才国这个国，国主党，这是的嘞，到了，这个不会讲藏文也会，大家都会平常会讲的话是吧？随着几家啊？随着几家啊？随着几家啊？价格就价是要，其实价这是要端的意思，端是否要端茶？但我们不会这么讲嘛，一般是会喝茶吗？就是其实是喝茶吗？这个随着去个饮杯，可以，就是价格是它是有点是价格，就其实问句要端个茶吗？还是要茶吗的意思？意思是要茶吗？就喝茶吗？你可以直接说随着去给，对啊，你可以说随着去给。这个卡是其实是口语嘛，口语上面所以是加 come， 是不是？书面是 come， 但是你口语里面没有这么讲，所以说这价格随着去给卡拉价格。就是开始要端菜了吗？开始要端菜吗？开始要上菜吗？卡拉价格，价是有端的意思，米，俺他的人。塔达郎，这三个一起念，塔达郎，就是刚刚的意思。塔达郎，塔达郎，痛，擦怎，赢
啊，塔达朗，痛，擦掌名。哦，所以说塔达朗是刚刚嘛，痛擦就是已经喝完，擦胀就是塔达朗是现在，那这个胀就是中文是直接可以，我刚刚喝完就很差，直接我刚刚喝完就可以了嘛。那藏文的话是塔达朗就是没有过多久，就现在的意思啊。这个时间塔达朗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啊。塔达朗用没？我也就是说我刚到塔达朗用没？塔达朗这三个一起，塔达是现在，那朗是强调，塔达朗就是这里的朗不是你，也不是自己，塔达朗是一个名词，就是刚刚，就是没有过多久的意思啊。痛擦掌，痛擦就是，比方说用了这个痛擦喝完嘛，那喝完的话，什么时候？我1个小时之前就喝完了，或者是2个小时之前喝完，没有说清楚嘛。那痛擦掌就是刚喝完的这个掌，没有过多久，痛擦掌。那你直接把这个塔达朗这个中文也要翻的话，我现在刚刚喝完，那中文顺吗？可以吗？我现在刚刚喝完，那个属于现在不用嘛，我刚刚喝完就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中文就我刚刚喝完就不用那个现在。手挡，흘리채，手挡，手挡。흘리채，就是我直接用请随便做嘛，修就做흘리就随便，那请随便做。我塔达朗，痛擦掌名，手挡，흘리 채。那这边也是可以说흘리 채手挡，这个手挡是可以放在后面，흘리 채手挡흘리 채手挡，这个手挡是放在后面的。那讲话的时候呢，它是前后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是书面的话，应该是흘리 채手挡这个手흘리就是一个形容嘛，前面那个手的让흘리 채 흘리 채缺糖，흘리 채对糖，慢慢看慢慢看흘리 채 폐，흘리 채 폐，慢慢走，흘리 채 폐，切张，티링 아딜， 계란 2자， 用过呀，做找不的，切张，티링 아딜， 계란 2자， 用过呀，做找不的。切张是因此嘛，因此今天体育是不是아딜我呢在这里，계란 2자二位身边，二位前面，二位身边，계란 2자用过呀，用就是来嘛，
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我要来这边的目的，做找不的，做就是主要嘛，主要，所以就变成了主要的目的。今天我来到二位身边的主要目的是他要讲嘛，到这里，找不是像，那这里要翻成像的话，就是你看这边来的主要，这个找不是像，又是丝，类似的那个丝，是啊。那中文里面把这个直接翻上去的话，句子有点不顺畅嘛。这是一个藏文的一个讲话的一种方式啊。今天我来到这边，我来到二位身边的主要目的，主要类似的目的是，也不会这么讲吧，中文，主要倾向的主要目的，倾向可以倾向吗？有没有倾向的主要目的？你们会中文这么用吗？倾向啊？这不用吗？啊？他是讲客气，他在这里讲客气，主要目的的倾向是放在哪里？如果要加倾向的话，又没有目的的。好，所以有时候是不需要把这个一个逐字不用讲嘛，所以就逐字翻的话，就又中文不顺。刚刚那个句子里面呢，刚刚这边句子里面的，我们就看擦怎么，我刚刚练习过，对不对？擦怎么就是刚刚完的，那就这边说，我提林，学吧。랩 차장이我提林学吧랩 차장이我今天早上对不对？我今天早上提林是今天嘛，学吧是早上，我今天早上랩就是到达或者到，刚到的意思啊。차장是已经，所以我今天早上刚到而已嘛。랩 차장이 랩 차장이对，就是这个擦怎么的用法了。那这边空卡拉谁擦怎么的空卡拉谁擦怎么的他是不是卡拉就是我餐嘛？我没有玩的。他这边玩的话是广西嘛，广西谁擦擦？那我没有玩的话，他刚刚用过餐而已，对，他刚刚用过餐而已，这个玩就不用了，我们就他刚刚用过餐而已。这个玩不要。空卡拉，谁擦怎么着？谁擦怎么着？李秋素，
디초소 사 룹차잠제 디초소 사 룹차잠제 사룹就是天黑的意思。사룹 룹 사是地，天黑了。虽然是藏文是萨，要翻成的时候中文是天黑啊。地黑嘛，啊，地黑天不会黑啊。那你看美国那边没有黑啊。其他没有，反正我们用法不一样嘛。你们左右啊，就是也是同样的这种。所以我们天黑的时候，萨鲁，啊，不是，哪个堂？南木朗那个时候我也用天，南木朗，南木朗我，对，对，日落的时候就会地黑嘛，啊。台湾산다 사 룹차르베 사 룹차잔르베台湾사 룹차잔르베 사 룹차잔르베台湾是刚刚天黑吗？哦，热哦，台湾사 룹차잔르베哦。룹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缩的意思，룹，就是也是天黑的时候，太阳慢慢不是吗？渐黑，它就会缩嘛，阳光越来越变啊。룹有这个意思，룹。这边촉就是方向嘛，这边那边的话铁锹是吧？所以在这里你们就会知道차잠这个是一定用在哪里呢？动词后面嘛。你看랩 세 룹都是动词，所以动词后面加这个차잠的时候呢，就是刚完的意思。你做什么样的动作，刚刚做完的意思。这个吗？这边这个是出，来了一个是来了个，在这边介系词就来了一个嘛，我们是也是 in here 用英文的话用 in 吗？这几个是造句比较，总而言之，你们把那个차잠是都用在那个动词后面的话，那就这个事情刚刚做完的意思啊。你们可以自己造一下这样的造句，차잠怎么造？用차잠来的话，저 차잠 제空着차잠 제他刚去，他刚走，
空多差怎么热？热那个动词要用过去式吗？不用，它长前不用加过去。不用，因为这边擦的时候它明显是过去，哦，就用原动词。对原写的，你要用原写的动作。可是第二句的谁是过去式啊？空卡拉萨擦怎么热？你要可以说卡拉萨擦怎么热啊？这个时候人家已经会知道，对，可以了哦，这个用法。帕语，基督，足巴，탑시，足巴，基督，帕语是家乡，我们曾经有这个分子出现过，帕语啊，基督是基本身是什么呢？喜乐嘛，喜悦嘛，毒就是苦嘛，苦。单字这样一个翻的时候，如果逐字来理解的话，是喜苦乐嘛，所以苦乐合在一起，苦乐就变成一个团体，就是你要苦也乐是互相帮助的一个团体嘛，有团体就有苦乐。有人就有苦乐，有人就要有苦乐。有群体就是这个团队里面互相都会有苦有乐可以分享，有苦也是互相，就是一个团体的名称是基督互相照顾基督错吧很好同甘共苦的一个团体基督足吧，就是他建立足吧是建立嘛，建立的足吧，所以建立一个同家乡的一个团体就是一个不是制度，没有制度，这里没有讲制度，它是一个，比方说我们分散的，那分散的话就是同乡会同乡的一个团体嘛，就是同乡的一个聚会嘛，还是同乡的一个先翻团体吧同乡会嘛，这个团体嘛那就是基督可以也说成是同乡会同乡会탑시是方法탑시哪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写。松타다파도 총송 타다파도 송아 숨주是30嘛，30，송아就35，那这两个一起念，숨주 송아也是35，光송아也是35。到了30的时候，我们就会念，不用念숨주 송아，就直接念소지 소니 소송 소시 송아 소주 소든 소제 소구，不会直接念
35伏吗？啊，什么松啊？哦，三叶松啊，35伏，你是那个忏悔的部分吗？啊冬夏松就松啊，松就松啊，三叶你就可以三叶松就松啊嘛，佛是三叶嘛，啊，塔达帕都是至今啊，塔达是的现在嘛，对不对？至今啊，帕度是为止，就是塔达帕都是至今为止，塔达帕度，塔达帕度。哦，那穷是收到得到的意思，那松是就是过去式，它就是松已经讲到了已过去，所以已收。穷松耶，你收到了吗？穷松就是已收到了。哦，后面动词后面加那个松松的话，就已经这个是都是过去式了。好，先休息吧，休息时间休息。哦。
啊。俺错，这个你没朋友吗？哦，对，啊，为什么地方要拿？人要拿是因为尊称呐，地方也要拿。拉的那个人的尊称是不是这个拉？他有拉卡萨拉，这个拉是出，是那个拿那个对象啊，拿来给的那个出。I want to San Francisco 不是有这个出吗？啊，所以这是对象。俺做拉是吧？俺做 San Francisco 啦，一个是拉，对，拉啊，密码拉，边巴拉，打瓦拉，哦，打瓦拉拉，拉卡萨拉嘛。这个是敬语的那个用的是拉，这个拉，对，那个上是本用的，我记上我把上那个上，我看上，俺错，파유 직배 기도 직민두가俺错。파유 직배 기도 직 민두가 아 민두카 민두가啊俺就是我们对不对？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拉就翻成了在嘛，所以在旧金山。民度没有嘛？民度啊，就是他就是没有呀。这个杜卡民度，这个卡是后面的一个没有呀？什么没有呀？我们培育了，俺做培育这个我们自己的同乡会，基督这是我就翻成了同乡会嘛，所以我们自己的同乡会。俺做是我们嘛，培育这个就是同乡，那基督就变成会，就是培育这个是同乡，那基督会同乡会。这个也是不应该用这个卡，基督教它是一个没有一个那个，这里用了这个，翻译成我们也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同乡会，那就用这个吧，这个竹字就可以了嘛，这个句子就了解嘛，就一个，我分了一个。前面有一个，后面有这是同，这个是同，培育这个同向的那个对。这里的后面那个这个应该不需要用那个前加字卡，我们就平常那个这西那个，所以这个后面那个就不要放这个这个的话1、2、3、4的那个这个，但是前面那个是可以用同一个就是可以，那这边的不要用前加字，这个闽都瓜，这个卡刚刚我解释过，对不对？没有呀，체장 니에디리 나란초 파유집에 기도
제장 녜딜 나란초 파유직배 기도。那这个是句子是到这里，我们一起念吧。基督主要特别当地语제장 녜딜 나란초 파유직배 기도主要特别当地语。所以嘛，切长是我们用过很多都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切长这个字是很多出现，就各个都有出现，所以这个是切长是所以。年底我在这边，这个我是做格嘛，我在做什么事情，所以需要做格，对不对？所以啥是做格，我在年你的是这边，我在这边呢，我在这边做什么？因为他是有做格，做的是他说主要建立嘛，主就是建立，是不是？主对吧？特别就是办法，生字里面有办法嘛。我在做这个办法，就是当地语嘛，特别当地就是想尽这个办法，所以我想尽办法。在此地是不是？在此是在这边此处也是或者说地建立就是主要主。培育级别基督同乡会是不是？培育级别基督前面有嘛？培育级别基督就是同乡会，培育级别是同乡，基督就是会，就是同乡会啊。培育级别基督主要是刚刚讲到是建立嘛，特别就是办法，当地也就是我在想尽办法在此建立一个我们的同乡会。当地语是就是当地语，讲到当地语的时候，这个是正在做这件事情的当地语。当是一个动作嘛，三木当我在想，我正在想，三木当地语，三木是藏文里面的三木就是名词，它需要有个动词，所以当我三木当地语，我正在想。中文的话，想本身就用是动词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在想就不会这样。那藏文的话，三木本身是名词，那需要个动词。那你看你正在开车的话怎么说？摩着朗科当地语，你正在开车，那朗科当地语，那你就打电话，我正在打电话。你卡巴当地语，卡巴当地语，你也卡巴当地语，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讲卡巴当地语，讲话的时候对方都可以听得到卡巴当地语。这个时候动词的助动词可以都会用，这几个都可以用当嘛。那地语，你比如说我正在吃饭呢，对啊，卡拉萨地语，我正在写字，一个字地语，我正在学藏文。培育录地语，培育讲地语。这个地语的时候，一般是地是做嘛，直译的话做，是不是？那现在这里不，它是一个正在做这件事的动词后面加这个地语的时候，正在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做，而是正在行这件事，现在进行时，对。
我正在看电视，我正在看电影。我正在看电影，电影是怎么讲？龙年嘛，我龙年大电影，电影，哦，这个碟是可以用了吧？啊，那切场所以呢？啊，切场，他的帕度，米松住，双个站，穷松，他的帕度，米。松就双啊，站，穷松，哎，中文是37，这个怎么翻？这数字就翻错了。对，37的话，松就说对吗？又多了2个，可能是后面加的吧。它的法度是至目前为止嘛，就可以，目前为止不用这个字吧？啊，到目前为止啊，要吗？至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啊。他讲话的话，到目前为止吧，所以比较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5位了，那这个是要35，翻成37了。啊，穷是已经有的意思啊。穷就是得到的，或者是有。哦，那我们这边是用塔的帕度是至今为止，至今为，就看这个塔的帕度，通么用，塔的帕度，通么用。至今为止没有看过，通就是看嘛，嘛就是否定啊，通么用，那就没有看过啊，通么用，他的不都通么用，至今为止没有喝过，怎么说？痛么用，痛么用是吧？痛么用，他的帕度，用么用。他的帕度，用嘛用，后置是用用没，用用没。你的否定如果是最下面的话，他的帕度通用没，他的帕度通用没，可以啊，他的帕度通用没，你的没这个否定是加在最后面，通用没，他的帕度用用没，对，那用么用？用么用？用么用？至今为止没有来过嘛？用用预备，你有来过吗？用用预备，用么用？用么用啊？他的帕度，着么用？至今为止着就去嘛，至今为止没有去过。那这几个是已经回复。那比方这个如果是用问句的话怎么说？他的不都通用预备，他的不都通用预备，他的不都通用耶，通用耶，都可以。那这个呢？如果是这个，他的帕度用预备，可以啊。他的帕度用预备，他的帕度用没备，否定位置也可以，没来过吗？来过吗？对，他的帕度。中用没备，中用预备，对，这样问也可以。
囊络，囊络，最数，삼성，까물，삼성，最数，囊络，囊就是里面嘛，囊络就是里面，里面七落，外面，七落，里面是囊络。嘴就是进的意思，那嘴数就是进肉。请进来，进来的鸦片就是进来，那嘴数就是其实已经有里面的意思嘴就是你要进里面，嘴数囊达就是进里面。那个嘴数的话，你不一定是进到里面，你们是进入我们的团体里面첫 번째는嘴数囊达，첫 번째团体嘛，첫 번째는嘴数囊达是进到我们团体里面。所以这个是嘴数是团体里面进肉也是用这个嘴，它有进的意思。加入，对，加入。进去，嘴堂呀，嘴进去。Samsung 就是想到了嘛，对不对 ？Samsung， 你也 Samsung， 对，我想到，我是这么想。까물就是协商嘛，까물。까물 흘러난다，前面有个흘러吗？까물 흘러난다，까물 흘러난다，까물这边对不对？前面有个흘러嘛？까물 흘러난다就慢慢说的意思。请慢慢说，不要急。切章，基督铁，囊络了，切章，基督铁，囊络了，키라니，嘴数，切通呢，약보，요리，삼성，切章，基督铁，囊络了，키라니，嘴数，切通呢，약보，요리，삼성，所以呢，基督铁这个同乡会嘛，基督是同乡会嘛，铁囊络了，在这个同乡会里面，是不是？这个同乡会里面呢，你们两位키라니嘴数加入，加入，切通呢，就如果你们二位加入的，那切通呢？如果你们二位加入这个同乡会的话，这也是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加入这个同乡会的话，加一个能的话，因为有个 to 嘛，to 呢就是能够，我想如果你二位能够加入这个同乡会的话，这边加一个能够的话比较顺。약보 요리 삼성是약보 요리 삼성，약보 요리就是很好嘛，
会是很好的，会很好的，这个中文顺吗？会是很好的。同乡会的话会是很好的。上中是已经想，我是这么想的，已经前面我想嘛，这个是动词，上中是我想，那藏文的话动词在，中文的话动词在最前面嘛，마장 키랑 졸라님도 까물 종송해 마장 키랑 졸라님도 까물 종송해 까물 종송해 까물 종송해 就是有谈过了吗？까물就是有谈，종송해就是刚谈过了吗的意思。까물 종송해这个까물白话文你就是까물就是敬语，那直接用讲的깨자 종송해 깨자 종송해就谈过，你们两个谈过，你们谈过了吗？就这个까물呢直接用깨자 종송해跟谁谈过？那냠도嘛，一起是不是？跟谁냠도求拉我这个班求拉翻成老大这个老大不是黑帮的老大不是吧？你不要误解，他应该是他们在那，一般我们前面的有求拉是哥哥也会讲求拉嘛，那长辈就是他们那个团里面的比较年长的还会用求拉，比较尊敬的一个称呼啊。那你们老大也可以说尊敬嘛，尊长。马上呢，其实嘛，Kira 你呢，Kira 是你嘛，跟是냠도这边跟谁呢？求拉就是老大嘛。那甘美琼这有谈过吗？卡列斯呢？这是口语啊，就是你们的卡列嘛，其实实际上是卡列，对不对？卡列是什么？卡列。那口语上面还问卡列斯呢？就我把直接用口语的音来写的卡列斯呢？卡列斯呢？초랑어죠 파유직 버려봐 가레스나 초랑어죠 파유직 버려봐 파유직 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大跟我们同乡，培育结果是同乡嘛？培育结果，你又问是不是同乡？你怎么问呢？培育结果是呗，这边呢用培育结果是呗。培育结果是呗。那你就说不是，怎么说？培育结果马勒，这个前面的有问题吗？没有吧？有问题吗？前面那个内容。这个里面切图呢是一个问了嘛？能够什么什么？所以롭종切图呢？야보요래. 롭종 제톰나 야보요래. 제톰나用제톰나来着。这롭종是学习嘛？所以能够学习很好，也就是能够学习的话
很好的意思啊，亚波雷很好嘛。啊，罗中切通呢？亚波雷。那如果是能够学习藏文很好，怎么说？皮衣罗中切通呢？亚波雷。哎，然后是能够学习佛法很好，怎么说？南去罗中切通呢？亚波雷。哦。亚布有的可以啊，对，这已经是有的，已经是有啊，亚布有的呀，能够学习语言很好，对，给予罗中切通呢，亚布有的，哦，所以切通呢是能够啊，能够。婆恰痛，这个不是，那不会用切，痛呢，这个动词要改，就是只要用我这边用动词是切嘛，那你要把动词改。这因为罗中切、肉不切、搞不切都可以用动词这个切，但是你刚刚讲到喝的话不能用切嘛，是吧？婆恰痛那也会有能够喝酥油茶或藏茶的话，那很好。这个所以要动词要换动词，但是这边的三个都可以用切动词。肉不切通呢？也会有的。肉不切通呢？也会有的，是吧？这里我说能够帮助，对不对？那你可以说互相能够帮忙很好，怎么说？加一个互相，偏军如果协同呢，也会有的，偏军我们互相能够帮助很好。对啊，就这造句就变成了俺处偏执若不切通呢，也不有的。那我们同学俺处入处偏执若不切通呢，也不有的。那就造句你看变长了嘛。俺处入处偏执若不切通呢，也不有的。对，那再说，再加一个，你们，皮，我们要加班嘛，对不对？对，真的，俺做皮真的，因为加一个 K， 就说个真的，入住偏执，若不切通呢？也不会有的，很棒，不错，现在可以很，对，可以啊，可以，真的，这样是语言是这样去延长。其实你们看小的造句会懂了，那它在那边加就可以弄。你们刚刚加了什么？星期三藏文怎么说？沙拉巴，俺做沙拉贝，皮真的入处偏执肉巴切通呢，也不有的。哇，蛮长的了，那个是你现在已经可以造这么长的，好不错。搞不切通呢，也不有的。搞不切通呢，
약보 亚波 요래 有人 能够喜爱很好嘛，搞不齐他那약보 요래啊，那你也可以在前面有加嘛，比喻对藏语，能够喜爱藏文很好，比喻了，回忆啦，因为有个对象嘛，你要喜爱的对象是什么？对象是比喻，所以有个处拿了一个比喻了，搞不切通呢，也会有的。那藏语课呢？比喻课怎么讲？藏文课。哦，对，比喻落天了，搞不切通呢，也会有的。对，比喻落天了，搞不切通呢，也会有的。切通呢，也会有的。但是这样就也可以延长，再加。礼拜三的藏文课，能够喜欢礼拜三的藏文课很好。萨拉贝，这个时候有个贝，你们要学那首歌。礼拜三的中文也有个的嘛，礼拜三的藏文课。萨拉贝皮罗天拉，搞不切通呢？也不有嘞，对。哎，结束了啊。好，那我把这个前面念。별 가게 롭진 족순바 쇠자 통차라 혈류 숙탕 계랑이 잘라 쪼 자부 다시들이 다올라 쇠자지 갸가 미 nga 다더랑 툰 차자이 쇼당 혈류치 디링 아디르 키랑이자 용고야 쪼 잡어디 디링 쇼바 랩 차자이 콩 칼라세 차잠제 디초수 사룹 차잠제 디린 쇼바 랩 차잠니 콩 칼라 세 차잠제 디초소 사룹 차잠제 파유 기두 쪽바 탑시 솜주 송아 다다파도 총송 nganzo San Francisco la ngaranzo 파유직배 기도직 민도가 제장 니에딜 ngaranzo 파유직배 기도 주야 탑시 땅대유 제장 다다파도 미 숨주 송아잠 총송 다다파도 통만용 다다파도 용만용 다다파도 조만용 다다파도 조만용 난로
囊络嘴秀삼성 가문 제장 기도田 囊络了 키랑이嘴秀 제tum나 야고 요리 삼성 마장 키랑 촐라냠도 가면 중송에 가레스나 촐라 만조 포유 직버려 봐 롭종 제tum나 야고 요리 롭종 제tum나 야고 요리 록바 제tum나 야고 요리 록바 제tum나 야고 요리 가부 제tum나 야고 요리 가부 제tum나 야고 요리修心八颂 다니 심지에 탐지라 이시 노부 레라베 전조 주비 삼바이 다도 제벌 점바쇼 칸도 수단 조베체 다니 군레 메다시 셀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벌 점바쇼 조랑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뉴무 예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젠도 돈에 도버쇼 랑싱에 베심제니 디동 차베 nen통체 진진 대단 체바시 니바 가외 진진쇼 달라 신기 타도키 시구 라소 미리베 총가랑기 렘바다 개가 셴라 비워쇼 칸라 다기 편다베 러와치와 강시기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예 담바다오쇼 도낭외단 규바이 편데 만난 꿀러베 마이 뇌단 동해군 사회 달라 렘바쇼 대다 군장 최계기 도배 팀에 마바시 최근 주말 시외를 시민 청원 레지쇼 어서